好，又见面了哈！当欢喜呢，今日又做得带大家强下来运动哦哈！呢都好运动了，当呢做得带大家运动。今日要运动嘛个呢？要运动呀，都市。当然啊，因上班族安尼坐定呢，好，都市呢就越来越大好。今日做嘅运动呢，做得让人都市变到动些哦哈。啊，唔过呢，你好，你放起来哦哈，要让人等呢。拿到旁边去，好，来企起来哦，好，来准备了哈，来让人脚打开来，注意哦，咁样嘅呢，都是要数到边边哦，各位师傅咁样啊，夹起来哦，哈，好，腹部都是嘅运动係乜嘅呢？要讓人都是數起來哦，好，來，咁樣轉到旁邊來，好，來，七條。咁樣，安尼穩定嘅哦，好，各位咧，讓人都市哦，要較大條位哦，數按倒哦，按倒起來哦，好，慢慢轉來，做一倒哦，都市，等好哦，不要轉來，做一倒都市，要動較大條位哦，各位都市，等好哦，哈，做一倒哦，都市，等好，前後四倒之後，都市，數起來哦，做誒過來。前後兩刀哦，走來，我夾行來哦，師傅我夾行來，好，變開來，前後一刀，當簡單係冇，啊唔過哦，你還要加上嘢數哦，數嘅時間呢就可能有一些難哦，哈，加油哦，然後強用哦，哈，你下數變到兩片來，嗱，聽你老師做哦，哈，那數呢都是數起來嘅時間數。我嚴定咯，嚴定。各位啊，做唔得按高，也做唔得按大哦，好，要讓人檢條強用。好，各位做打開來。好，各位前面，注意哦，人師傅要夾起來哦。好，打開來，做得嘛？做得好，所以做來哦。數要嚴定嘛，做唔得打開來哦，好。做一刀哦，嚴定咧。好，打開來，要知道人都是有變較細嘛，哈，做來哦。夾定啊，夾定。打開來，做一刀哦，好，做得較夾啲嘅毛來哦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做得嘛？加油哦！各位要注意嘛，間呢，要吐氣哦，好，來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做得嘛？有一些嘅腳係冇，加油哦，吐氣。安尼做啊，人都市就會變細哦，好，加油！做來哦，1、2、3、4，加油哦！師傅要夾起來哦，好，要夾起來哦，前後四刀好嘛？加油哦，哈！來，第一刀，做來哦，第二刀，第三刀，第四刀，哦，休息一下，數當然係冇，安尼哦，人都市會變細。各位呢，人蝴蝶袖又會變唔變咯，哈！聽一張呢，聽一張通種呢，都市以後又要夾人腳哦，係有一些些的難哦，哈！加油哦，哈！然後呢，讓人腳先拿起來，變下來，人七條要到那呢，都市的前面，安尼人都市就會變細哦，哈！做一刀哦，拿起來，有冇？給七條夾高啲嘅腳，嘿呐，好，來數，叉腰哦，好，做得冇？抬起來，嘿，等好哦。七條潛到都市哦，哈，走過來，好，前後一刀，強用哦，啊，較夾一些的哈，要加油哦，腳，嘿，較高啲位，做得嘛？當強爽哈，佢按簡單的動作哦，人都市就會變細哦，哈，加油哦，1、2、3、4，1、2，好，前後哦。前後四刀之後，好嘛？第一刀，加油啊！第二刀，做兩刀就好。前後一刀，做得嘛？一些些嘞哈，然後又要看哪一些嘞哦哈，然後人腳，睇，來起來的時間呢，都是要空定哦哈，安尼1，有空定嘛？2，做唔得停頭啊？停得，加油哦！1。七條要潛到人都市哦，收着，好，按加速看看好嘛？安尼，變轉來，旋轉咯，都市有冇？要停的，安尼人都市就會變細哦，哈，加油，數碼強用做哦，哈，安尼人數就會變纖細哦，各位都市又會變細哦，加油啊！
好，肚子有一系列水，圆圆的，系嘛？加油哦！做一道哦，我卡脚到位哦，来哦，哎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哎，听听安妮老师做哦，好，来看安妮老师做一下哈，哦，你看。达到啊！这7条主要침到佢肚子有冇？看树又都唔得跌下来哦。哎，轻松要按呀，面带微笑啦哈。好，你看安妮老师动厉害哈。好，唔可以屈哟哈。故说呢，你做一听听安妮老师同样来运动，唔做身材就会像安妮老师变到暗好啊，好嘛哈？请好啊哈，做4道做好啊，第1道，第2道，第3道，第4道。好，来，然后牙肚子放松一下，有冇？有感觉啊？哈，肚子变卡细哈。哦，我讲啦，你按嚟做腹啊、做拳的时间，牙肚子就会变了哈。来，做1只动作呢，2只动作呢，牙肚子哦，又会感受到喊啊厉害哦哈，牙肚子哦会震动哦，来，试看来好冇？好，转身，好来，前面那脚膝盖要弯哦，好，后背没强用哦，好，然后牙肚子哦，开始了，慢的。打开来，哎，很厉害哦，肚子要变哦哈，过来的手哎往前哦，往前，嘿，很厉害，好，手唇注意，伸直收回来，哎，然后注意哦，两个俩师傅啦，而且压下来，对啦，前面手再来，前面，做对冇？你切头记得要稳定哦哈，嘿，啦，安妮老师教下做哦，嘿，你看做的时间呢？给7条啊，弯哦，好，做唔得按嚟侧牙肚子做得挺痛冇，做唔得啦哈。哎，你看安妮老师懂厉害哈，听安妮老师做哦。哎，日做牙身材就啦，安妮老师强用了哈。来要开始咯，前面是正来，来，你还要卡脚到位咯，好，注意咯，卡脚到位，前面，哎，有卡脚到位冇？有哈，注意哦。按脚的时间呢，牙给师傅啦，夹起来，哎，过牙肚子竖起来，做得嘛？好，然后又要卡脚的位哦，做得嘛？试看呢哈，卡脚的位，哎，咚，有冇？接到天上看见按你头哈，然后嘛搞脑强用的动作，加油哦！加油！1、2、3、4，哎，做了这动作我流汗哦，好，加油哦！做4道做休息了。1、2、3、4，好休息，有冇？肚子有冇？哦，大，放轻松，好，弯片扎好冇？好，来准备哦，记得哦，牙7条弯，嘿，来准备咯，首先叉腰啊，好，前面后背，哎，加牙梳哦，对嘞，各位啊，牙不会挠哦，顺侧咯。哎，面带微笑哦，加油哦！啊，各位嘞，前面的时间哦，牙嘴巴要吐气哦，吐气，嘿呐，牙要卡脚的位咯，好，前面，做得冇？有听到牙冇？有啦哈。张开始的时间啊，一定要慢慢的做，各位张越来越夹哈。加油哦！牙要卡脚的了，准备好嘛？准备了，好来了，卡脚到位哦，1、2，加油，给肚子卡脚到位，师傅卡脚到位，嘿呐，加油，前后4道，1、2、3、4，有冇？夹名牙肚子有变细冇？有啦哈，我讲日做，牙肚子就变动细了哈。今日做的肚子的动作，你有记得冇？有冇？啊，日做哦，做得冇？你好，又从第1只动作做到第3只动作，做得冇？好，来转身，肚子哦，7条，慢点哦，来前面，后背，前面，后背，前面，后背，好，加牙梳对吗？来旋转，对，旋转，等候哦，旋转，哎，牙要卡脚到位，1、2、3，做得冇？师傅夹下，哎，动厉害哟，做得冇？哎，听听安妮老师做哦哈，哎，你看到安妮老师动厉害哟，嘅师傅，你看夹到动下，系冇？
各位数啊，要传出来，安尼当做在小猪牙蝴蝶袖哦，哈。哎，各位要吐气哦，你看安尼老师哦，面带微笑，懂厉害嘿嘛？哎，一系列就唔会去，不说你那停停啊，等老师硬硬安尼做，你就唔会去。后尾哦，你就做为了老师控用安尼面带微笑哦，哈，来继续哦。哎，等好哦。哎，轻巧是到的，4、3、2，哦，休息，肚子都放松一下。有冇？今日早题啊，我讲肚子一天变细，系冇？你喺天就动作，家下天一就系咪有脚站起来嘅？有冇哈？然后较巧哦，也唔够哦，安尼咯，然后肚子又会变细哦，好来，准备哦，先做脚站起来嘅动作哈，来，准备哦，来。嘿，你要七条要浸到你肚子哦，有冇？有到肚子在前面冇？嘿，等好哦，有冇？较极地位哦，唔可以停下来哦。各位要记得嘛，要吐气嘿啊，加油哦！哎，等好哦，做较高地位好冇？嘿呐，加入人数哦，来了。哎。肚子竖起来，嘿呐，脚踭较高地位，手踭较高地位哦。对嘞，轻巧吸到好嘛？加油，做2刀，好休息。有冇？有知道安尼动作越来越难，越来越多，系冇？系啊，你系因为哦，人心肺功能提升诶，故说呢，你做在做动作越做越多哦，好冇？好。加下轻巧一只动作，系咪按像电动马达安尼？有冇？好，来，脚7条板凳呢，好，慢慢的前，竖凳哦，我记得咯，要弯哦，好，加上牙数，做得冇？师傅，要夹起来，系拿，好，做4刀慢的好冇？1、2、3，卡夹到位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哎，我再加半片好吗？来，1、2，做2刀哦，第3刀，第4刀，卡脚到位哦！哎，加油！用力，肚子会变细哦。过来啊！好，半片再加慢的，1、2、3、4，卡脚到位。半片来诶，1、2、3、4，卡脚到位，等好哦。半片做1刀，1、2、3、4，卡脚到位，师傅啦。系呐，这7条记得要稳定的哦。半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卡脚到位，加油！有冇？有知道自己动厉害冇？好，休息，来，来，同样深呼吸，好，吐气，做1刀，深呼吸，吐气，哎，来放松牙肚子的动作，好，来数卡高，来转到旁边来，好，来吐气，肚子，牙7条记得稳定哦，好，吸气，记得吸气的时间要抬头挺胸哦，好，也不能唔好慢慢哦，过来吐气，好，停停，你老师向下走哦。好，吸气的时间，好，老师停一下哦。看到老师冇，不能按嚟测。好，师傅唔好按嚟空，嘿，要数夹到横哦。各位呢，肚子呢要按嚟平，数要来长哦，好，来停停咯，吐气。好，再来吸气，再来吐气，吸气，做2刀好嘛？吐气，吸气。吐气，吸气，好，手变下来。哎，有知道今日有做到运动有一些的激烈，好不？来，最后一集动作呢系肚子哦，很用啊，我动软动酸哦，好，吃看呢好，来，然后数叉腰，各位7条慢慢，好，然后压肚子哦，慢慢的前进。哦，师傅加狠哦，好，然后压数全侧都压师傅 help 我。哦，有知道冇？肚子更准的哈。加油哦！哎，老师向用哦，停定嚟哦。哦，有冇？
通通到对嘛？加油哦！有一系列神样的哦哈。来，放松一下，好，到前面来，速度不要停来哈。哎，下巴收转来哦。好，放起来。有冇？我啷讲哦？两只动作哦，正经当好哦，日做一系列啊！我啷讲？人家肚子就正经变到动势，前后一刀好冇？好，来，去条板凳。好，慢慢来前面。给下巴哦，要收起来哦。好，双手不用停来。吐气哦，师傅加黑，哎，动力好哟，都黑波，哎，做得嘛，做得，哎，唔好休息啦，我係我放藥講法，我多你一片停得嚟啊，加油哦，前後哦，5、4、3、2，好，轉來，好，到前面去，安尼撲撲啊，牙搖誒，放鬆一下，好，放起來。有嘛？今日安尼做啊，相信人家肚子就會變細了哈。今日教你肚子的運動哦，腹部的運動哦，一定要日練習哦，練習了肚子就會變細哦哈。好，今日當歡喜做在搞太卡了運動，下次再見嘍，拜拜。